这个高雄的治安来出问题，市长韩国瑜就惊无面子，所以呛讲，若搁出代志，就要甲分局长换掉。这招果然应效，鉴定分局马上就抓到嫌犯。就伫这个敏感的时刻，警政署有一项调查去封销出来，讲高雄的治安改善的程度，伫咧6都市吊车尾。不过，这个韩国瑜是提出着家己市府的数字，强调讲治安无问题。 讲高雄市警察局的破案率伫咧6都市排名第3，高雄警察的表现嘛算平顺。韩市长是反倒转来批评这个内政部，这2天讲路讲古大动作，路南来督导，大大伤害到高雄的形象。若是甲观光客甲投资客拢行走了了，是真要负责咧。再类似发生这种暴力犯罪事情，我们一定要撤换分局长。 想要洗清高雄治安无好的恶名，分局长即马出来等的同时，以新路的派出所所长吴国志先下台，高位警官调为警务员，警察局高层出动手，分局同仁陪拢平真案，虽抓到嫌犯，但过高雄治安敢有问题，数字会讲话。依照警政署的资料，今年甲去年同期比较，刑案的发生率甲暴力犯罪发生率的降幅比另外5都更较低，也就是讲高雄治安改善的程度是排上尾名。韩市长。 有话要讲，高雄市警察局的破案率大概在6都排名第3，所有的治安事情站在市政立场是零容忍，但是基本上来讲，高雄市警察的表现大致上还是平顺。除了刑事局长坐镇内政部处长罗南，即马连内政部长徐国勇嘛要到高雄了解。内政部这样大张旗鼓的、敲锣打鼓的来高雄进驻，请问高雄市的形象？ 受到这么大的伤害，造成观光客跟投资客停止的话，谁要负这个责任？中央大动作，和韩市长真不满，高雄的治安到底有问题啊？无数字会讲话，要么市民本身的感受才是上界直接的。